湾社区火烧已经造成94个人死亡。早起9点开始进行小规模爆破，开始一户一户去救人。新竹市建华国中一个大班的交通车司机，在学生上课发生车祸，而且竟然有食酒，司机向医生发办检测无名单。菲律宾一个民众要去中东旅游，3日前伫阿布达比机场转机的时候掠去，各界斗找人，今仔透早人嘛已经互放出来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第一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关心香港大埔红河湾社区导火状况，火炭烧超过1日了。香港政府伫早起9点嘛开始来进行小规模的爆破，一户一户去找个调伫厝内的民众。这场香港80当来上严重的火灾，已经造成94个人不幸过往，70外个人受伤，更未少人失踪。逃出的民众是先暂时住伫附近的商场、学校，更有临时的庇护中心。香港的市民嘛捐钱捐物资，望讲会当来帮助灾民渡过这个难关。破坏行动虽然已经第2项完成，不过不时也看到大楼庆烟出来。香港大埔红河湾大火炭烧超过1天，消防处讲破坏灭火工作已经要完成。所落来重点是入去接档受灾大楼的每一站每一户，确定敢佫有受伤的人或者是尸体无出来。为了要减少结果风险，互搜救人员甲搜救狗会当赶紧入去。工程人员2透早开始，用受控制爆破的方式，一户一户甲门壁甲门轻讲破，赶伫黄金时间内看敢找到人，不过半晒拢是尸体，有消防员身體無爽快。希望仲可以救得多啲人出嚟啦，係啊，係咯。咁其實都盡咗力㗎啦，我覺得係啊，消防員都做咗好多嘢，咁都係咯。咁即係呢啲咁大嘅災難都冇乜嘢可以講咯，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唔想。大火發生了後，附近的大樓居民趕緊撤離，有人住伫咧社區中心甲學校，也有人住伫咧附近的商場、航路店門口，攏是臨時的床租甲簡單的行李，為毯仔踩一個邊仔，大家用手機看上新的消息。但是火若炭開，無法度擱再登去厝內。港府宣布將會動用緊急基金協助受災家庭支付臨時住宿加生活費用。而且全面檢查全香港即馬正伫咧進行嘅維修大樓工程，檢討竹棚、用架啊、甲防火網嘅防火安全。面對80年來上嚴重嘅火災，真濟人講面對困境，大家互相鬥相共，一方有難，北方支援，是這座城市上珍貴嘅力量。好感動啊！你哋係有人哋俾你，佢幾感動啊！你哋冇得做㗎嘛？我今日需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藥物我冇得運噶嘛，我叫黃歡迎噶嘛地道。香港人其實係咪好強同埋好有愛咯？一發生呢件事，好多區嘅網上面可以見到好多區嘅人都不斷聲援話有物資可以送過嚟，有物資咁可以送過嚟。消防單位所落來愛處理的是困難的搜救加調查工作，對失去家園的居民來講，安怎重建生活將會是一場正長正辛苦的考驗。公視新聞陳慧琳編輯。香港發生史上這麼嚴重的火災，咱國內專家是表示講，一寡較懸的大樓若着火，會產生結果效應，會炭燒了真緊。咱國內嘛有規定講，若超過16層樓，逐層樓就攏愛有自動轉水、自動警報、避難逃生，還有排煙、緊急電源等安全的設施哦。平常時嘛攏一定愛固定保養甲維護。2017年，在英國倫敦黃金地段的格蘭菲塔大火奪走72條人命，互人講甲這屆香港大埔紅河灣社區的火災成成，關樓建築的火災要拍火難度真懸。以香港來講，他們的大樓都很接近，很接近，那等於說它的那個防護網基本上規定都是要用這個防燃、止燃的這種的材質，有阻燃跟沒有阻燃的，的價錢差將近也差不多1倍。專家分析，若是社區外壁使用一般的塑膠網，拄到火星真緊就會快速燒炭。另外，超關樓也有可能產生結構效應，風力會大幅度加強，火勢真緊就炭開。所以防災機制更加要謹慎規劃。如果我們收信總機收到訊號以後，它大概會有一個警示音。監測到熱能也是煙霧了後，監測器觸發警報，所來廣播疏散。完整一套火災自動警報設備，可能成做保命的關鍵。各類場所消防員設備設置標準它在78年7月31公布實行之後，應該都要設有那個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管理委員會或是管理負責人
它应该是要去设置跟维护它的消防安全设备。目前内政部相关规定，11层以上，而且地方面积伫100平公尺的建筑，11楼以上都要有自动喷水设备；16层以上的建筑物，都是逐层拢要有自动喷水设备、自动警报设备、避难逃生设备、排烟设备、紧急电源插座等特别安全性设施，安尼无都是违规。我觉得第一个火警警报设备一定要注意，它一定要正常堪用。第二个广播设备，就算你知道火警，你没有办法广播，也没有用。而且广播我们强烈建议是人音广播，有没有办法适时的传达这个资讯很重要。专家分析，台湾的法规完善，都惊无得管理。关楼站的建筑，平常时都要注意维护设备，才当达到最佳效果，降低事故所带来损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湾慢慢发生严重的大楼的火灾，消防局嘛提醒民众，若逃生的通道佫会当行无火无烟的时，就要赶紧落楼。若已经拢是烟咯，就要先将门关好密，等去处理，等消防人员来救。大火照光天色，香港丰和苑社区日来发生5级大火，造成严重死伤。丰和苑是由8栋31层的大楼组成的老社区。类似的大楼社区伫台湾嘛袂少。2021年高雄城中城大火，都有未少住户伫逃生的过程死亡。不过拄到大楼火警，到底爱安怎逃生？民众看法无同。主要还是会看一下，就是那个环境有什么样的防灾设备，这样子去做决定。30啊，你要跑到1楼，大概那个希望比较小。那往上跑的话，大概可以到顶楼，还可以等待救援。民众烦恼向下骹逃生会袂赴，选择走去厝顶。不过消防局提醒，火甲火昏大部分真紧都会冲起来，向顶悬走，恐惊爱甲火昏车拼。上好伫确认逃生通道无火甲火昏，向下骹逃生，而且刷手关门，阻挡火甲火昏弹开。我们往下的逃生通道是畅通干净的，那我们就往下逃生。但如果今天它是在逃生通道里面充满浓烟跟高热的时候，最后它就会变得相当致命，而且越往高的地方的话，它的温度啊跟毒性都会越强。我们是关门避难。若是逃生的通道已经有火昏，无法度离开，民众会当关逃生门甲自体的大门，伫厝内就地避难等待救援。不过应该爱选门是较袂小起的材质，毋是轻价间，而且上好有对外窗仔的房间，闪开有排风口，也是塑胶门的翼径啊，较袂去互火拿着。消防局嘛提醒民众，毋通伫自体囤真侪杂物，也是好烧的物件，较袂阻碍逃生，防止火一个烧起来都袂烧山。记者采访报道。最近的天气连面寒连面热，气象署今仔公布冬季展望的报告，推测讲今年的寒冷是较温暖的热冬较袂较寒，雨水嘛较少。这份好天的天气，拜高各地高温伫22度至26度。拜六礼拜东北季风减弱，天气回温。北部、东半部日时的温度有机会来到28度，中南部也会来到30度。明天一直到周一这段时间，在白天的高温有机会来到26到28度左右。白天的高温比较偏高，所以其实日夜温差比较大，要留意可能在西半部会有10度左右的一个温差。刷落来变天的时间，伫咧后礼拜2到拜4，到时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各地低温伫15度至16度，北部、东半部也会转做湿冷的天气。下周2到周4有一波东北季风带来比较显著的，尤其对北台湾来讲，会有比较显著降温的一个情况。那刚才提到了最低温可能在15、16度左右。另外，气象署拜高也公布冬季的气象预报，根据资料推测，今年寒冷反声音现象的几率较大，而且气温也会较温暖，袂伤寒，雨量也会较少。就温度来说，12月大概是以正常的几率为主，那到了1月跟2月，则是以正常到偏暖的几率稍微高一些。那至于降雨的部分，12月到隔年的2月，大致上都是以正常到偏少的几率是最高的。根据气象署的资料，今年秋季9月至11月，台湾平均气温是偏温暖，平均温度有26.5度，创下1951年以来上热的秋天，雨水也较少，落雨日敢若26.5天，是1951年以来第5少。气象署提醒，虽然今年寒冷较温暖，不过陆续也是有冷空气落南。另外，冬季是西半部的大水期，气象署提醒民众用水爱用较省力，唔通浪费。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来看婚姻官有一对翁仔某，23去中东旅游，伫阿布达比机场要转机的时候，先生说互5个武装人员掠去，已经失联3日了。太太是向外界来求助，昨通知讲，这么人是伫杜拜的警察局，也毋过伫当地时间今仔透早1点哦，人已经放放出来了。也毋过是安怎会互掠起来，目前是个了解。台湾时间2早起6点，杜拜当地时间透早1点左右，但太太透过赖群组向媒体说明，因人已经平安出来的消息。不过身躯顶头无护照行李，目前无法度住饭店，向驻杜拜台北办事处讨救，了后加安排暂住办事处人员引导。住宿在杜拜时间11月28日凌晨1点半，接获家属电告，当事人已获警方释放。由于11月29日至12月2日是杜拜国定假日，所以当事人仍需在12月3号回警局报到，以办理解除旅行禁令。外交部讲，家属通知陈先生平安出来了后，即时联络陈先生，先安排伊的住宿，后续会提供旅游文件等协助。不过目前陈先生红掠的原因，我会了解。对此，立委张家军表示讲，希望外交部爱持续追究原因，甲提供相关的协助。外交部可以持续的为这个陈先生来协助，因为这也有国际人权的问题，包括是不是有这个法律公平程序的问题哦。我希望就是外交部能够尽速的厘清之外呢，假设这是一个误会哦，我觉得这个阿布达比的警方哦也应该对台湾道歉哦。但太太嘛讲，因为因翁目前所有物件拢互扣留，上紧来等到12月初3去当地警察局报到。再当甲个人的证件、行李领回来，希望外交部伫这段时间内会当继续协助安排伊住宿这寡代志，互这个事件会当平安来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建华国中一个51岁大班的交通车司机载学生上课发生车祸，警方酒测嘛发现讲司机有食酒，加载车顶18学生是无人受伤。这个司机已经向医生发办，嘛真做是所有学校的恶名单。头前也去踢车，这台游览车煞继续向前驶，过程中无细离去弄着边仔等红灯的轿车。事故发生了后，警方发现司机毋但有啉酒，而且这台竟然是学校载学生上课的交通车，好在在车顶18个学生无人受伤。校车是载着我们小朋友去上学的车子，那怎么会让校车都没有一个安全的检查嘛？让这样子酒驾的司机载着学生去上学，把我们小朋友的安全放在哪里？太扯了吧！为什么喝酒还要开车？而且我小孩安全谁来顾啊？他是校车司机耶，夸张！大客车驾驶经本队同仁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台湾新竹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后，引起家长甲民众关心。新竹市政府指出，目前已经发动裁罚停诉，而且要求学校加强交通车管理，针对违规驾驶的部分，也要求学校永远袂当可用。那后续是否将会针对所有交通车跟校车业务的学校进行加强的宣导与管理？也会要求该违规公司每天对交通车的司机进行酒测，并回报市府进行列管，以加强学生的安全。违规的司机，我们市府将永不录用。学校方面表示，当讲代志发生的时，校长就赶到现场，除了安踏学生的情绪，把带学生用行的行去学校上课。未来会专门检视交通车状况，确保学生安全。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台湾诈骗案件真多，诈骗的手法嘛是百款。嘉义县的警方这几天就抓到一件利用假网站广告的影片赚钱的诈骗的案件。警方是透过甲被害人合作，成功去抓到一个香港的车手，佮有负责监控的共犯。诈骗的车手拄摕到钱要来离开，就互埋伏伫边的警方抓起来。附近的共犯嘛，伫伊要离开之前，互警方抓起来。嘉义县中部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抓到利用假网站来骗投资的诈骗集团。在11月初的时候呢，这个 A 女呢就拿着50万呢去缴交了这个推广基金给这个诈骗集团车手。回到家之后，他发现呢越想越不对，说奇怪，他已经缴了推广基金之后，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这个报酬的部分？所以说他才前往我们中部分局来做一个报案。抓到的2个人暗算利用诈欺甲洗钱，向提发移送嘉义地检署。嘉义县警察局表示，根据警政署的统计，目前诈骗上侪案件已经为假投资变做是网络购物诈骗，除了会来加强宣导，嘛提醒民众爱来注意。
那本县10月份网络购物诈骗，占各类诈骗手法的40.82%，有89件。本局未来会针对这一类的案件加强宣导跟防范。嘉义县警察局表示，最近有发现诈骗集团用破坏一般的假感信，骗民众个人的资料甲账号资讯，除了会加强来查缉甲宣导，嘛提醒民众若是拄到可能是诈骗的行为，拢会当开105防诈的专线来求证。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政府网站最近一档互海客攻击超过500万件，研考会上接防攻击，有议员就要求市政府就要加强治安。另外，高雄市的刑警大队最近嘛抓到一个诈骗的案件，嫌犯利用替民众解锁社群平台的口罩来骗钱，有来受害者。近1年高雄市府的网站遭骇客攻击，有高达520几万次。根据议员提供的资料，高雄市府的网站对113年的8月到今年的10月，拢总互骇客攻击500多万件。头3名分别是研考会警察局甲民政局，其中共攻击200万件的研考会是提供市府网站正常运作的主要单位。加做骇客攻击的主要目标，议员提醒。资料外泄都可能会加做诈骗集团拐钱的工具。议员强调，尤其在违法造成明年高雄治安违法的钱减少5000多万，市府一定要提早想办法来对应。内网如果失守的话，我们的警民各资、监视器影像、户役证、选务、邻里资料、灾防协调，或者是重要的政府机密档案都有可能被攻破。还有，我们也要求各局处在办理活动的时候，不要再用府外或者是外面公关公司的网站，因为这个会有后续维护跟治安的风险。市府强调，这几年已经陆续把无必要的网站拢汰洗掉啊，后续也加强治安规划。另外，高雄警方也侦破一件较少看的诈骗手路。警方表示，30多岁成年的嫌犯伫面册看广告，讲会当替人解锁社群平台效果，甚至佫会使做骇客。民众付钱嘛，甲效果摕回来，后来才发现家己互骗去。警方表示，目前有6名民众受骗，总金额大约5万块。民众使用网络账号如遭盗用、冒用或封锁、停权等。以寻求正式官方管道或网站来进行申请恢复使用权利。警方提醒民众，当着网络消耗出问题，爱找官方提供的管道去处理，千万唔通网络被找人斗相共。民众若是接到奇怪信息通知，家己无法度确认，一定要先敲105去查证，避免受骗。记者柯家如教用高雄场报道。消基会针对10件日用品甲11件宠物用品做塑化剂检验。有8件验出有塑化剂哦，宠物用品是占5件。消基会嘛表示讲，目前农业部干那针对宠物食品有规范，所以嘛建议讲会当来针对所有宠物的商品，拢爱定出相关的标准。特定食的拢是咱定看到的日用品和宠物用品，也毋过这塑胶物啊，甘当安全。塑胶用品可能会造成环境甲健康的危害。消基会有针对市面上和网络顶抽验21件塑胶用品，敢若5件是完全符合标示规定的，有的产地和成分材质等等拢无标清楚。然后有7件塑化剂检出总量比0.1%更较侪。消基会提醒讲，塑化剂有可能会有性炸伤甲致癌的风险。有一个绿色的这个素垫。那小朋友在使用一定会透过皮肤接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发夹之类等等。我们一般这是属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的塑化剂，所以大家都把它讲到成是环境荷尔蒙了。实际上比较怕的话，就是以后男不像男，女不像。简单一点讲就是这样子，会影响到他的这一个性别性向的这一些。消基会建议讲，若是会接触到皮肤的日用品，亲像文具、宠物用品，也是佚佗物等等，上好是莫买 PVC 材质的，才通减少接触塑化剂的风险。会当买有标示耐加，也是橡胶的材质，相对较安全。除了日用品检出塑化剂，也有真侪宠物用品嘛同款。不过目前台湾对宠物用品是无相关标准规定的，消基会建议政府嘛要针对宠物用品来定出相关规范，互业者通好遵守。那政府应该针对电商或各种购物的平台部分，就这个商品揭示的这个资讯部分那应该要让它透明化，也要去强力稽查所有的宠物商品也要订定相关的标准，让业者有遵循的一个准则。消基会也提醒消费者，伫咧买物件的时阵，一定要爱选有清楚标示产地、材质和制作日期等等的商品，安尼才会当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担心东庄准由台北报道。屏东这几档办真侪大型的体育比赛，也毋过负责体育
体育发展中心哦，敢若有14个正式完工，所以都有县议员建议甲体育发展中心升格做体育处。县长周春美嘛表示讲会来评估。柔道选手找机会，想办法要甲对方先演好倒。这是114年全国中正杯柔道锦标赛，各位选手拢想要得冠军、摕金牌。不过有议员伫质询时讲，屏东县这几年举办足侪大型运动比赛，但是体育发展中心只有14名员工，卡手明显无够。屏东既然是体育大县市，相关单位嘛应该升格。咱要互一个体育中心编制14个人哦，举办1年下来举办那么多的大型的活动，我相信中央在9月9号成立体育部之后，一般的县市就在考虑要不要把体育也拉为1级单位。那现在相对应行政院的这个运动部成立哈，地方确实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屏东县这10年来举办了全中运、全民运了后，116年搁接落要举办全国运动会，加上中央甲体育署升格做运动部，显示台湾体育的活动愈来愈受到重视。本意上建议屏东县政府会当对着中央的脚步，这6都以外头一个成立体育处的县市。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县市把长照拉为1级单位的，成为长照处的哈。也是非6都以外第一个成立体育处的。那之前我们是碍于说我们整个局处24个局处的编制都满，那今年呢我们也突破了吼，还可以再增加2个局处。县长周春美讲，体育发展中心的业务量这几年确实有较济，表示体育发展确实重要。加上县府今年阁会当增加2个局处，未来有调整的空间。伊表示，县府会先清点需求和人力分配，整理了后会做明确决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宜兰的寒冷定定落雨，县政府打算要来向运动部争取11亿的补助，甲运动公园的体育馆改造做一间5000个人的小巨蛋。也毋过有体育团体是认为，上好是找别地点来起小巨蛋。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早起到宜兰运动公园视察，因为去年兴建完成的风雨篮球场无够使用，低速篮球加皮克球这项目要算煞完结。所以，县政府就规划4500万，伫运动公园内兴建多元运动球场，和皮克球、羽毛球这项目会当使用。我们去年完成的这个在宜兰运动公园10座的这个太阳能光电球场，罗东有6座的太阳能光电球场。这个都不敷使用。照去年风雨球场成功的经验，我们希望赶办在115年底来进行完工。宜兰室内运动活动空间无够，一直引起民怨。演过95人伫运动公园运动场办演唱会，却因为落大雨影响，互地方呼吁县政府赶紧兴建小巨蛋场馆。要算柔术球落雨无位通去，敢来当使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走廊空间。县政府为了回应民众诉求，计划把这个已经40年历史的体育馆改造会当有5000人使用的小巨蛋，一定每年向运动部争取11亿的补助。那我们希望未来，空间上可以增加到5000席以上。那活动那个室内的空间增加，也可以增加未来的使用的一个效率。就原地也在重建，可能不太够。不太够。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另外再找地方再改。对。不过，体育团体认为，总共改建体育馆，室内运动空间也是无够，希望县政府会当规划另外所在兴建的小巨蛋，加做馆内会当有更侪人入来的场所。县政府表示，即马先以完成体育馆的计划为主，是不是另外找所在兴建会搁研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昨暗7点外，网家的祥和市场一栋铁厝熊熊着火哦，加在火真紧就拍花，着火原因爱个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是开跨局处的会议，要求爱强化公安甲消防安全，嘛表示讲会针对一寡旧社区主体来进行稽查。消防人员伫巷仔路由黄色红色线边仔的民家几落户的铁厝顶，好小甲拢乌起变形。虽然火已经拍花，不过现场也闻得到真重的臭火大味。附近居民回想火灾迄当时，心也真惊。想说应该一下就灭，然后没想到越来越严重，然后而且这边是铁皮屋，所以烧的时候会很快。
这个火灾是27暗时7点外发生的。台北市万甲香河市场的一栋铁厝建物传出火灾，因为当地巷仔路正下，佮因为风正透，火烧甲正猛。好佳在警消击无了后，有水线抢救。主体捡烧着的陈先生伊讲，因为伊住2楼，差不多拢烧毁，即马无水无电，安怎善后甲求偿，伊感觉真无奈。不过好佳在边仔的国小附设幼稚园无灾损。1楼都是水，楼上他妈全部烧光了嘛？你看这里，对不对？楼上全部烧光了啦。因为消防队也来得非常及时，所以呢，火势就控制在民宅那边，并没有延烧到学校幼儿园的范围。因为香港早拄啊发生丰福湾大火，造成严重伤亡。台北市嘛发生火灾事故，台北市长蒋万安2早起召开看局处会议，特别要求强化公安防护加消防安全。今天我们召开跨局会，就是以强化公共安全防护为主题，特别针对建筑物施工安全管理，还有消防安全、逃生动线等等。那我们也会全面的来加强。蒋万安讲，会针对辖区内建物施工安全管理、消防安全等行动线顶全面加强，也系针对老旧社区集合式主题进行稽查。但是香河市场的火灾造成一个60多岁查某人受伤，意识清醒，互人送去病院救治。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监视人员调查清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香港丰福湾社区火灾死伤真严重，早起新北市有议员就指出讲，新北市70公尺以上的大楼是有1500多栋，也毋过新北市会当针对70公尺以上大楼拍火的分推车只有1台，是互人真烦恼。70公尺高度的云梯车目前在哪里？配备在我们板桥。当然，板桥也是目前我们70公尺以上建筑物最集中的区域，它有234栋。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像三重、像新庄这些次核心的地方，我想大家难道都不需要有这个救灾危险的这个预备哦？那在整个外墙装修工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装修有一些材质都没有规范来做我们的防火材质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啊。议员要求新北市就要增加分推车，嘛要规定大楼一定要使用高规格防火建材。另外，针对目前列管的上千栋大楼，市政府嘛应该要定期稽查，做好防灾的准备。该看南投县政府环保局今年伫草屯南投顶北乡设9支声音的翕相机，已经开出629张的罚单。草屯的中正路上济有184件。也毋过，是有民众是表示讲，拜六甲礼拜半暝嘛是个真差。半暝啊，去机车沿东港的声音真吵，常常吵着民众休困。南投县环保局有伫几内乡镇设声音翕相设备掠噪音，其中草屯中正路处地噪音罚单上济。当地人表示，虽然驾车状况有改善，不过拜五、拜六暗11点过后，也是常常有机车、汽车咧驾车。到暗时11点过，才就红梯顶就无啊嘛，无啊，迄个时段。哦，迄那飙车族的吼，后头摆沿东港做大声，拢而且徛来徛去，啊，个车嘛有。啊，当然装较好啦，啊是讲上好是看有遐飙车族，警察安尼会方知来甲开。南投县环保局今年咧南投草屯民间在龙总8乡镇设置9支固定式声音科技执法设备。9个月落来，全县拢总罚629件，罚金有160万左右。环保局表示，年底拍算阁增加3支，会放仁爱乡、信义乡和第三顶。车辆尽量爱保养维护好，唔好互伊沿东港破去制造遮大的噪音。另外要改车的车主啊，咱嘛要合法的来改车，唔好改甲变叫。环保局表示，针对民众反映暗时较差的路段。环保局也配合警察局加强临检，也若有设声音翕相机的路段，拢会有告示牌提醒。罚金上悬到3600块。南投县环保局提醒，莫超速、莫改装汽机车，嘛唔通大力甲油门吹落去，就袂食罚单。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劳动部又阁发现工课场霸凌的事件，有查某员工指控讲，伊有新的室友和主管霸凌，请假嘛互刁难。
部长嘛表示讲有接到申诉，也毋过这项指控的主管伫离开劳动部了后，佮对申诉人佮有证人提出告诉。劳动部是强调讲，卖来提供这被告法律的协助。三番两次的传出所谓的霸凌劳工的事件的时候，显然劳动部在这过去这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深刻的得到教训。在野党立委看袂落去，向劳动部呼吁讲爱改革。近前才发生有分署长谢义勇牵涉这场霸凌，即马劳动部即在重建中心，搁再发生霸凌事件。一个查某员工伫有薪的期间，受到主管言语甲相关的霸凌，时间将近要活1年。因若请假去用刁难，主管搁伫咧会议中暗示造谣讲伊毋做事，就是去同事摆脱孤立。虽然霸凌案已经确定成立，毋过主管离职了，率向受害者甲作证的同事提出告诉，要求赔偿。在我们今年上半年，重建中心人事改组之前，那确实是有这个霸凌的申诉案件。那我们已经很明确的要求重建中心要给这些被告的这些相关的证人，包括外部委员，一切的法律上面的协助。劳动部长洪新汉嘛证实讲，当时已经找外部专家做委员来调查，嘛有相关的处置。今年顶半年的人事改组，就是希望重建中心有新团队的带领，会当改变过去无好的风气。我们尊重个案的作为，但我很肯定，我看到劳动部也就在昨天、今天颁布了一个新的作为政策，就是要求所有的在台湾的企业，如果对于孕妇有任何不当的对待、不利的歧视，都可以来公布，也就是列为社会要共同抵制的歧视孕妇的黑名单。劳动部虽然对个案无意见，不过嘛表示讲未来会用具体的做法，除了扩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专案检查，另外对于怀孕歧视的企业，嘛明确公布款式和事业单位甲负责人的名示，要为法制面解决有心妇女伫这场常常拄到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件化真严重哦！劳动部的调查迄是讲，劳工无愿意生囝，除了烦恼经济的问题，工课场会歧视有薪的查某人，这嘛是原因。劳动部嘛表示讲，明年开始会扩大执法，嘛会针对有线工课场来加强宣传。顶年新北市三重埔发生一件一口罩3个人不幸死亡的案件。顶一日检方调查结果出来，是因为妈妈有心受歧视，互人士透露最后规家伙仔因为经济压力造成悲剧。虽然性别工作平等法有规定禁止歧视有薪的女性员工，但是实际上隐形的有薪歧视也是存在。一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听到职场的人就会讲说，你今天如果请孕假，你回来就是被调到其他的县市去工作。劳动部上新的调查发现，有5成的女性感觉工课场也是对有薪的员工有歧视、无友善。实际上，也有2成7的女性伫工课场捌拄过有薪歧视。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劳动部表示，要来扩大劳动检查，也会提出奖励措施，来做专案的怀孕歧视的公布。如果被我们开罚是怀孕歧视的问题的话，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帮你隐藏。我们一定会让社会知道，这个企业还是有怀孕歧视的问题。根据劳动部统计，最近这3年因为有薪歧视犯法的案件有46件，罚金有1215万。为了消除工课场的歧视，未来也会明确公布违法的企业有薪歧视的形态，也有针对优胜的企业也会颁奖表扬，让大家知。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中国上大的连锁咖啡厅瑞幸咖啡，风声讲12月特别伫台湾开店，店面是拢找好势咯，嘛开始在找人。经济部长金明显是表示讲，咱是无禁止中国的餐饮业来台湾投资，也毋过伊嘛强调讲，目前是还未接到业者的申请。盐酸新鲜咖啡豆啊，加上介绍真俗，互连锁的瑞幸咖啡伫中国展店是展甲真紧，而且真受当地民众的介意。即马传出瑞幸咖啡有可能伫12月来台湾开店，地点就选伫台北市。虽然目前时间看袂出内部的状况，但门口已经打找人才的广告，一日都要找真侪员工。如果比较便宜的话，会啊，因为咖啡感觉星巴克现在卖得太贵。他们的食安
好吗？健不健康是我比较会考虑到。实际靠在找人才的广告顶悬的电话是无人接，无法度证实随行咖啡敢真正要来台湾开店。不过对时间中风单顶悬会当看到技术代理商顺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名，顺玉控股的官方网站除了写第一间旗舰店都要开幕，佫会当看到有印随行咖啡 logo 的图。对中资咖啡要来台湾开店，经济部长景明欣表示讲，经济部并无禁止中资的餐饮业来台湾投资，但是要符合相关的规范。在中国有公司要来台湾设立分店也好，或子公司也好，那就要按照相关规定来做申请。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他申请，我们都欢迎啊。如果是符合相关法律的话。经济部投审司表示讲，中资餐饮业是开放投资的项目之一，但是要事先申请。经济部在受理了后，会将两法条例含中国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的规定，回向相关主管机关了后来办理。另外嘛会做审查，若投资人是中国地区有政治上的机关，应该限制来台投资；也是投资经营出现经济上有独占地位，都要撤销，也是废止投资。大概会比较影响到的，像是平价的连锁咖啡店，或者像是部分的超商、超市。台湾的咖啡市场其实相对竞争，所以即便它刚进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话题，但如果变成做连锁，或者是它增加它的这个店数的话呢，其实它冲击是有限的。专家认为讲，若随行咖啡来台湾开店，所价价值又较悬，对随行是无一定较有利。若是维持本地品牌的定价，虽然会当符合品牌的形象，但敢会当用这俗价策略来开店，阁会看市场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配偶参政的议题最近有真侪讨论。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双中校长，敢会对台湾嘛对中国校长有疑虑？也毋过国民党团提出的国际法修法，今仔日立法院一读，搁来会交付委员会审查。另外，中国配偶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齐春英，昨是以涉诈欺银行法、有反渗透法等罪，防羁押禁见咯。也毋过民众党团是爱外界毋通未审先判。院长来说，国籍法会不会担心有双重效忠的问题？关于中配参选的问题，行政院长杜英泰讲，若是双重国籍担任公职，会有双重效忠的记录，应该断然拒绝。不过国民党团提出的国籍法修法，正定得到地区人民参选公职，无适用国籍法放弃国籍的规定，立法交付委员会审查。陆配在台湾取得中华民国国籍，10年后能够参选。然后赢得选举，成为民代，这些都是陈水扁跟蔡英文任内的事啊，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任何人来修改这个国籍法的话，都是不恰当的了哈，特别是当中共对台湾有不断的有武力统一，甚至于各种统一的企图的时候。调查看法无同，一定会阁引起攻防战。因若身为中配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齐春英，27因为涉犯诈欺银行法、反渗透法等罪，和新北检裁定羁押禁见。反渗透法部分，通讲是因为伊接受中方的指示资助，替2024年竞选总统的郭文哲，2022年竞选台北市长的黄珊珊徛台。他代表或者是他自己个人，他愿意支持我。支持柯文哲主席，这是我觉得我们争取各界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说他接受指示、受人资助，这需要拿出具体的证据。我想在任何人没有被定罪之前，都是无罪推定。民众党团强调，在相关事情还未完整公布进前，各界无应该这么严厉指控，理性审判，支持齐春英依法捍卫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让两党搁在伫屏东的九病基地，搁有台东的成功来进行联合飞弹的试射，高度是超过30公里。有军事专家是认为，这有可能是天弓3型的防空飞弹。台东成功定机飞戏港附近，看到一道火光飞起伫天顶。中科院伫咧27暗7点40进行飞弹实弹试射，现场民众讲飞弹射起伫天顶的声音甲光影，袂出敢若一只大声化野兽将飞起伫天顶。已经差不多2年没看到了，就很期待。刚刚看到有没有很震撼？有，看看我们国家的那个防卫器有没有在精进。
这是中科院让2年，搁在伫屏东的高屏基地，甲台东的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范围包括东南部大片的海空域，是2002年佩洛西访问台湾，解放军大规模军演到现在让2年，搁伫东部空海域进行高强度飞弹试射。照中科院的公告，这边试射管制区包括屏东高屏、台东绿岛、南苏加成功外海等海空域。照作业管理，台东负责发射无搭载弹头的靶弹，屏东高屏基地公布进行炸弹飞弹的测试。虽然天气无好，飞弹也是顺利飞起嚟。这边的高度差不多是30.48公里，挖近太空的边界，超过以前的测试参数。军事专家对管制范围一个高度来推估，飞弹形式可能是天宫系列，这嘛可能是一个检验飞行的规律、强化导引的精度、改良的版本，会当在天气无好的时阵，游玩正精准掌握飞机的高度甲姿态，代表测试成熟度正悬。这边试射现号，中科院甲军方依照惯例是无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俄乌和平协议，双方是拢有坚持。罗西亚总统普京即马是表示讲，美国甲乌克兰伫随时会谈的时，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分作4个部分，这应有同意。也毋过，伊嘛讲，若乌克兰无愿意放弃罗西亚军队目前控制的地区，罗西亚会继续扩大行动的范围。从欧洲西比路的罗西亚总统普京今日去大厅，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和平协议的进度，伊表示，正常甲美国的谈判代表要针对和平协议讨论，也制定28点的计划，过来交予美国向乌克兰提出，美国甲乌克兰也伫随时一个话机向会谈。Ну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4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отдельных. В целом, да, и нам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ередано. В целом мы согласны,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ожено в основу будущ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普京表示，罗西亚已经注意到美国当日提出的协议当中有考虑到罗西亚立场，不过有关有包含领土的关键议题爱讨论。这份协议签开始，佮因为严重偏向罗西亚要求受到欧洲议会谴责，以401票赞成、70票反对、90票弃权通过谴责决议。虽然安尼，这个决议也敢若是表达欧洲的态度。无实际影响。因为普京认为讲，即摆乌克兰政府是非法的政府，因为乌克兰无搁再举行总统的大选，因为安尼签任何的文件拢全然无意义，任何的和平协定拢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伊搁重硬表态，战争也是和平的选择权掌握伫乌克兰的手头。若准乌克兰无愿意放弃罗西亚控制的地区，罗西亚会继续用武力扩大行动的范围。В плане Трампа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де-факто они признают якобы его за нами, но не де-юра. А как это? Как к юристу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 Как это де-факто, но не де-юра? Это 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ш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за то, что обратили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Вы правы, это один из ключевых моментов. 目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美国甲乌克兰会伫后礼拜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伊会和双方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外媒报道，罗西亚目前占大约20%乌克兰的领土，包含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赫尼松等等的所在，面积有115600平方公里，是2012年以来推进速度上紧的一年。虽然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对和平谈判的外交进展表示乐观，但是欧洲各国有关这支罗西亚敢真正有心要结束战争。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再来看花莲市的粪扫场定定倒火，昨下晡又搁烧起来了，这嘛已经是今年第3届了。环保局是表示讲，花莲市的粪扫掩埋场目前是囤粪扫大约45000多吨哦，按算讲明年底进前会来处理好。大火一直烧，还佫有真乌的火熏。日前尾仔嘛，伫美仑地区的花莲市粪扫场又佫倒火，因为风正透，真大的火熏规个吹起市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3届倒火。那欠火熏出来嘛，已经有几落届。乡镇都持续在堆叠这些垃圾，那光北区这样子已经烧了好几次，那我们真的希望要赶快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掩埋场火已经拍花，持续灌水降温。议员讲，粪扫计划问题要紧解决，请环保局重视佮加速处理。啊，若无后一届烧的，袂敢若是花莲市的粪扫掩埋场，也有可能是其他乡镇的粪扫掩埋场，严重的可能损害花莲的观光。
起火点它原本的堆置厚度是多厚？它堆置的大概有4万多公吨哈，大概堆置了大概也可能有超过8公尺了。针对粪扫气化问题，环保局表示，建安乡今年已经全面完成户外粪扫的气化。花莲市粪扫安排场目前蹲伫外口的粪扫差不多45584活动，规划明年底前完成全面的气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白河的莲子甲莲藕是真出名哦，也毋过7月但那是风台的影响，即摆莲子只剩4成的产量，莲藕嘛只剩3成尔尔，霜冻了真严重哦。白河商圈甲区公所12月初5特别来办活动，望讲会当振兴地方的经济。选了伫咧饼图甲莲藕挖出来，共每30位的工作人员就会当落去采收，找到来甲这莲藕送去加工。白河永安里的莲花农民真辛苦，透早6点就出门做事，不过产量是减真济。因为这种莲藕吼，伊足惊台风，台风若甲你摇落，我甲你讲，伊的内底的生长吼，就无法度啊，产量就会减少。迄个1分地吼，拢差不多200几斤，今年有的无100斤。差不多3成而已，10斤左右就洗1斤莲藕粉。对，今年要20斤以上。7月，但那是风台透强风落大雨，造成大量的莲花烂去，影响后续莲藕的生长。过去一分田大约会当收成200斤的莲藕，但是今年差不多剩80斤。目前市面上1公斤的莲藕粉至少要500块。风灾严重冲击地产产业，白河商圈甲白河公所也要伫12月初5办活动，带动商机。但那是台风后，造成我们的不管是农业或者是房屋受损的很严重，然后现在已经复建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然后请社区还有大家各位我们的白河的里民共襄盛举。过去受到欠人的影响，工资的成本直起，种的民众已经愈来愈少。地方期待办活动，除了感谢风灾各界的协助，会邀请民众来支持在地农民，了解白河莲花乡迷人的所在。国际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地上乡有68地用毛笔字写的路牌，也毋过民众是反映讲看无，公所今年已经替换了。也毋过，公所嘛感觉真可惜，所以望讲有艺术家会当甲这路牌捡回去，重新来创作。伫上乡法庭员工9年前，尼伯特风台找到真侪路牌，乡公所当年就设计重新做68块司法字体的记录路牌。啊，毋过司法字体看较袂清楚，部分游客看无，像这个新生路的新字，较会看毋到。去年交通部就要求爱换新，啊，毋过有民众感觉这是真特别的路牌，若要换起来，感觉真可惜。觉得是有点可惜，可是如果是为了要让那个交通上面的既定的就是规定的话，那就按照规定走，感觉会比较好。地上乡公所是讲，当时无考虑到爱依照道路交通标志票线号志设置规则，使用国字4个字做新路牌。今年已经偏预算陆续换新。啊，毋过司法路牌是地上乡在地司法家的集体创作，唔甘单调。乡公所希望为司法路牌找出路。不舍得池上的在地书法家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呈现，所以我们希望换下来的一个路牌，我们希望可以征求艺术家来协助我们，把它转换为一个公共装置艺术。地上乡公所即马公开征求艺术家，会当甲在地书法家做伙讨论，甲这个体育的路牌再设计，转换做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延续地上的文化内涵。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有一个80岁的陈先生，最近这半冬哦，脚拢真正阁有淡薄仔汗水，所以走路会阁会喘哦。去看医生才发现讲，其实是心脏有问题。医生嘛表示讲，有真侪老大人拢无去注意，所以去误掉就医的时间。陈先生80岁，10月底心脏动手术了，即马身体正勇健。伊讲半年前身体无爽快，食袂落饭，容易喘。拄开始就是讲是因为年纪大，活动量少才安尼。倒也疼，坐也疼，拢疼。像我饭哦，食2喙就不爱食。我也无流鼻，也无扫，是要看安怎？伊是硬我呢啦。尾也愈来愈。厝内人讲一开始无甲伊注意，
不过半年来症状愈来愈明显，甚至卡水肿。医生看了发现是心脏的声膜瓣闭锁不全，造成心脏长期负担扩大，功能衰退。声帽瓣它是一个很独特的瓣膜，这个瓣膜会让你引起肺水肿，所以你常常会坐着不适，躺着也不适。一旦你躺下来了，肺部的水就会淹上来。医生讲，跟心脏的二尖瓣脱垂无同，声膜瓣闭锁不全，会造成血液回流到肺。若较严重，会影响心脏的功能，水肿的情形会自肺一直扩大到骹手，甚至有性命危险。虽然发生机会是1%，不过初期症状无明显，定定继续讲家己脑坏正常现象，延误就医的时间。声帽瓣是由身体5个组织所构成，所以每个组织如果有问题，就有可能产生这个声帽瓣闭锁不全。很多的老人家，第一个就会觉得我自己很老了，我不敢开刀，那都是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要来动手术。医生讲，这种病症发生的原因不明，不过许多人一个发生过心脏病的患者是高危险族群，所以身体若无爽快，就要赶紧给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东亚地价国公园有一寡高山啊，寒人落雪哦，拢会烧酒去浸温泉，看起来是真趣味，嘛是真侪观光客。也毋过当地人是真反感哦，因为这个高山啊会破坏农作物，所以真头痛。日本嘛指出讲，野生动物造成的农业损失，一档大约是大约33亿。闽南人伫温泉内面表现看起来真爽快。日本东野县的野生高山呐，冬天的时阵会伫温泉内面客烧，是当地特色之一。不过，同款伫东野县的安潭野市，高山呐，互当地的人是真头痛，因为田内面的菜色水果，定互狗是乌白加乌白蛋。リンゴはまずね食べ散らかしますよ。食べてボンボンとこう。俺が食ったぞっていうね、そういう感じで置いていったり。已经伫当地住真侪年的退休教授迈克，是真侪摆拄着高山啊，弄入来厝内面乱。有一摆阁是10几只狗做伙入来乱，甲厝内所有食物用甲乱七八糟，伊用5点钟才拼了。When they got in here, they opened this to get up to get grains. And they had bite marks on it. They were all over the floor. They get into it and everything. 迈克的工园是伫厝内准备鸟皮啊，含细粒石头，只要有狗出现，就摕出来甲吓惊。面对狗害，官方嘛建立一支差不多有50个人的赶狗大队，希望莫伤害因，甲因控制伫山林内面，莫干扰人类的生活。連れて行きたい方向に、狙いを定めて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組んで、囲って面で押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そんな感じですね。这个赶狗队另外一项武器就是狗身躯顶挂的 GPS 暗管箍，因为高山仔只系一阵做伙行动，只要追踪一只，就会当掌握狗群的动向。佮有设置定位栏，嘛会当有效预防狗群弄入来城镇。虽然有人主张采取扑杀的方式，但是学者认为讲，安尼狗仔的数量只会暂时减少，嘛是有其他的狗走过来，无法度根本来解决问题。更较好的方式是好好管理，而且追踪狗群，找到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方式。公司新闻优派准备了。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